电影放上头来看，英国团伫台北华山文创园区举办展览，以艺术做门路，融合环境甲教育，带领民众来熟悉咱所徛起的这个土地，用艺术来了解环境的变化。对不起，我们这个世代留给新生代的环境债，到底还有多少？ 透过行动剧场的演出，带领观众思考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冲击。这是林剧团主办的影视教育艺术展，调时间爱麦，并且长期关心环境议题的导演郭金元，参表演者做伙体验大自然。在跟年轻表演工作者的合作当中，里面呢，他们可以把环境资讯用他的表演转译，加入那个表演艺术工作的这样跨域表现呢，我觉得效果很好，然后能够让观众从不同的视角，然后不同了解环境议题路径，更深化自己跟台湾的环境关系。以艺术做门路，将环境甲教育融合做伙。林剧团策展人表示，环境资讯毋是课本顶头的数字尔尔，应该是会喘开，互民众感受会到的。这回教育艺术展除了剧场以外，阁有座谈甲导览活动，互老师、学生甲艺术家对话，去讨论台湾人民带予这个土地到底是啥物。 怎么样把剧场跟表演作为我们的一个教育途径？那透过这个过程当中，如何从生态、教育还有艺术对话的过程当中，就是说，我想它展开了，就是我们这次永续教育暨艺术性策展的一个呈现。所以其实我们期盼是透过不同的世代，大家一起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携手合作，一起和孩子和我们的新时代找到突破重围的方法。调时间爱麦影视教育艺术展3月初2到初5。 台北华山文创园区举办，记者麦上郑正佑台北报道。